咱先来看课英文5站，好无？课英文。兄弟大家平安。咱敢若真久无看到哦，咱彼此笑脸。我敢会当做一个拜托。头前即个遮一寡空位，咱后壁来甲小可补一下好无？小可若会当，咱小可叮当者，若会使叮当的是。若亲像这90岁这全定调的，这我毋敢讲。吼。咱真侪时阵哦，咱真侪时阵来拢全坐伫固定的位，所以若会当，你若会当，互我拜托吼，咱即个遮有一寡空位，咱拢小可先来甲补一下吼。来，课英文50篇，咱斗阵来好无？用欢喜的心，三甲伫遮敬拜哦嘿，来，至关上主的神临到我。有应由抹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互散车人，去医治心灵破碎的人，宣布受掠的得到头棒，受关的出家牢，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甲咱的上帝伸冤的日，安慰所有悲伤的伫失安悲哀的人，互因花冠大腿。恢复欢喜的油代替悲哀，称赞的衫代替忧伤的心，忍受称作公义的手，上主在前来显明伊家己的荣光。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要甲因立永远的约，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的名声。因的子孙伫万邦嘛会出名，这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哇！愿敬畏上帝的人，你甲你的子孙，真正伫社区、伫万邦，拢会当得到人的称赞而乐。咱先来吟一个今仔日的吟的诗，好无？308首。我要唱歌来学乐。这是真欢喜快乐的诗啊！哎，我要唱歌来学乐上帝奇妙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一生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无比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尊贵的名，对日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息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第一再搁一摆，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奇妙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一生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无比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尊贵的名，对日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息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真欢喜，真快乐的一首歌。真侪时阵，咱伫诗歌的内面，咱会望着上帝，愿上帝互你甲我，咱真系伫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气氛，望着伊的名。来527首。
咱用拍步啊！来，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正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的光明，因为耶稣咱有过我的人生，我已承受着我命，我已热烈地做听，因为耶稣丰盛产业出事定。甲你身边的人讲，有你真好。会记咱真正咱的彼此身边，咱的身边一定拢爱有人，而且咱的身边一定爱有疼咱、关心咱的人。你嘛爱正做边仔的人的关心者甲天使，三甲来祈祷，学了上帝。主上帝，阮这个时当心合意伫你的面前，耶稣要离开的时交代的话。恁着彼此相听，恁着合而为一，相听合一，总是每一个人各拢无共款。上帝予逐个人的恩赐才情拢无共款，所以伫即款的上帝角度内面，迄个世界毋是限制的，迄个世界是开放的。因为伫圣神内面，拢予人得到自由，每一个生命甲别人无共款。每一个生命直直地探讨上帝伫伊的内面所蕴藏迄个密码，然后阮直直画出阮甲人无共款的特色，然后阮要贡献，阮要分享，互即个世界社会，因为阮更较丰富。然后愿上帝你的神丰富今仔日的盛会，来到伫你的面前的伤心的灵，你用话安慰；受伤的，你用你的话坚固医治。也阁有梦想的，上帝恳求你赏赐阮热情甲疼心，继续往所差的表直直跑走。上帝国因为阮落实伫即个社区，感恩祈祷，靠主圣名，阿免。上帝讲，伊用咱的儿女做伊宝座，咱做伙用我的上帝、我的王来敬拜儿女咱的上帝。上帝，我的王，我要尊崇你，我要永远永远学到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远永远学到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崇你。我要永远永远学到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远永远学到你名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学了你的大和华宣动，对其代到你代。用你大权力，你个万岁！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崇你，我要永远永远学到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远永远学到你名里。是咱要学到上帝大作为。啊，毋过伫咱每一天的生活中，无一定是摩西，亲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上帝将红海分开两边。有可能是你做生气的时阵，上帝互你冷静落来；你做火无五忙的时阵，上帝互你五忙；还是你做软正软弱的时阵，上帝互你坚强起来。这拢是上帝大作为、大权力。我邀请兄弟咱做伙起立，甲身边的人讲，咱做伙来学了主，用这首诗歌来敬拜咱的上帝。速度较
紧一关哦。上帝我的王，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学到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再一遍，我的上帝，我的王。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学到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学到你名里。耶和华，你只管你是我的，你的大能万世多，对世界让你在快乐你大作为，我用你大权量你都不衰老。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学到你名里。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到你名里。兄弟，请坐。是，咱要永永远远学到上帝名里，因为伊的恩典够也难用。当咱拄到大试炼甲痛苦的时，上帝讲伊的恩典够也难用。当我拄着大试炼甲痛苦的时，耶稣讲我的恩典够也利用，每摆我的心事情完全原谅的时阵，耶稣讲我的恩典够也利用。主的话进入我心，相信的引带我，你把我试炼中有大喜乐，因为主你对我讲，你的恩典够我用，只要是你的恩典够也我用。真做基督徒，也是信主了后，不一定拢是顺顺利利，有可能是你家己，也是你的亲友拄着破病，也是你的家庭生活拄着困苦，无可能是拄着死神。按讲上帝伊应允咱透过祈祷，透过读圣经，透过兄弟姊妹扶持帮赞，上帝伊的恩典够也难用。那个一遍咱领受上帝对咱的恩典。当我拄着大试炼甲痛苦的时，耶稣讲我的恩典够也利用，每摆我为心事情完全原谅的时阵，耶稣讲我的恩典够也利用。主的话进入我心，相信的引带我，你把我试炼中有大喜乐，因为主你对我讲，你的恩典够我用，只要是你的恩典够也我用。当我拄着大试炼甲痛苦的时，我拄着大试炼甲痛苦的时，耶稣讲我的恩典够也利用，
深入我心。主的话进入我心，相信你引导我，你把我心的中不断的路，因为主你对我讲，你的稳定到我样，只要信你的稳定到我样。是主的稳定教也咱用，咱要来静静听，听上帝对咱温柔慈爱的声。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阿姨通听主的声。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牧者认知我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他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静静听，我要静静听，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阿姨通听主的声，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牧者认知我的声。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他主的声。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的有你。伊是大牧者，生命主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只听他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的有灵，伊的声。会众请起立。万国啊，恁着学了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咧，恁着学了耶和华。咱愿起来纪念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殿内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伫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搁一摆引带阮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学了你，搁强读你的话语，透过祈祷，甲主有美好的连结。感谢主，伫阮的生活当中，每一个时刻拢诚做随时的帮衬，无论伫工作、学习、家庭、人际关系每一个方面，拢有主你赏赐阮教业的开力，有圣神甲阮同在，
保守阮的心思意念，独独属伫主耶稣基督，是伊宝贝囝儿女，互阮有永活的愿望，阁有平安喜乐踮伫阮心内。主，阮感谢你，今日是关怀主日，愿望主耶稣会疼痛，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上来显明，互阮对基督信仰保持热情，嘛互兄弟姊妹伫主内面彼此相疼包容，成做一个爱的大家庭，互相帮衬扶持。恳求主保守带领今日礼拜后的分组的聚会，我嘛将永福教会做事工，圣心灵欠安的兄弟姊妹，拢摆列伫你的面前，求主帮衬佮医治。嘛为着世界各所在所发生的地动、水灾所造成的伤亡来代祷，求主怜悯安慰。佮为着台湾伫国际上地位提升，求主你的公义显明。阮将礼拜摆咧伫你面头前，恳求圣神来掌权。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请坐。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50篇。至关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互散赤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互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这念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主子民。接着献诗，请妇女团契，妇女团契所要献的诗是伊的话。
感谢妇女团契献诗，讲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第1节，记载伫出埃及第3章第7节到第10节。出埃及第3章第7节，耶和华讲：我的百姓徛起伫埃及的，因的困苦我实在已经看见啦。因为着独工的来嗷叫，我已经听见啦。我本知因的痛苦。当我落来要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带因出迄个地，到肥水开阔的地，到流尼甲密的地，就是迦南、赫、阿摩利、比利洗、希米、亚布斯遐个族的所在。当以色列人嗷叫的声，到互我听见，我也看见埃及人苦楚因的艰苦。当你来，我要找你去见法老。带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第2位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4章第16节到21节。路加福音第4章第16节，耶稣到拿撒勒，就是伊长成的所在，伫安息日，照伊平常的法度入会堂，就徛地要读。有人将先知以赛亚的册互伊，伊就掀开。找到迄所在，记讲：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互丧乡人。伊有找我，甲受掠的人讲，因会得到透放；互甲痴迷的讲，因会得到国光来透放受压制的人，宣传主欢喜的年。耶稣合册行执事，就坐地。伫会堂的众人拢注目看伊，伊就开喙对因讲：即个圣经的应验，恁今日有听见啦。所以咱来读今日的经句。今日经句记伫马太福音第4章21节。咱做伙来读台语。对遐进前。搁看见2个兄弟仔，就是西庇太的囝雅各，甲伊的兄弟约翰，甲因老爸西庇太，伫船内咧捕网。耶稣教因，咱搁读华语。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2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带着赞美，咱请圣歌队所要赞美的主啊，我情愿。我
感谢圣歌队带咱来赞美。接着讲道，请王牧师。王牧师今日所要讲道的题目是“上帝关心，咱关心”。咱三合伫上帝面前，搁一摆阿头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感谢来到伫你的面前，我真有感谢，因为有做的人太讨会当诚做你的囝。感谢你为着疼阮，互阮有父母；你为着培育阮，互阮有一个安全的社会甲国家；你为着培养阮每一个性命，互阮有圣经；为着互阮知伫上帝面前每一个性命是遐尼要紧，互阮有十字架，互阮对罪中间、对自私自利的中间受讨棒。旧的我已经伫耶稣基督的名拍破。但伫其主的内面，拢诚侪新创造的。这个新创造的生命，毋是咧关心家己，是咧关心上帝的世界甲造物。感谢主的恩典。今仔日是阮永福教会彼此关心、互相疼痛、彼此洗骹、阮谦卑学习的日。愿主上帝通过今仔日对阮讲话感化、温暖阮，因为有教会实在是真水。阮伫常常伫圣经来受提醒，阮着知样做一个有路用的人。阮疼人嘛，互人疼。即个疼是知样，着爱直不断伫咧轮流。上帝啊，阮感谢父母疼阮，阮嘛着爱来疼阮的囝，嘛搁倒转来着爱疼阮的父母甲身边的人。阮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囝儿。主啊，愿你找阮，亲像你找摩西一般。感恩祈祷，靠主圣名，阿门。来，耶稣甲咱讲，连天顶的赤鸟啊，伊拢关心。耶稣甲咱讲，连你的头毛的一枝，伊拢算了。那安尼，每一个生命。伊对头到尾关心彻底，伫上帝面前，上帝关心每一位。认为这个是水无比的信仰的宣告。若是上帝关心你，太讨这世间的人会当侮辱你、看轻你。基督的教会受设立伫各所在。就是咧领受这个信息，然后伫咧固守这个信息的完整性，无受任何的势力，无互这世间的歹受拍破。上帝的世界水无比。有一日，一个退休的老教授，伊甲伊的太太退休了，怎啊搬去伫一个较偏远的山区，想讲遐较安静，啊，定定会当早暗散步。啊，事实因为过着一个真平静、真水、家己所爱的退休的生活。总是有一日，太太过身去了。太太过身了后，这个老教授，伊一段时间了后，开始做一个动作，伊拢对图书馆借的一寡册开始行，然后家己的一寡册开始送人，然后厝内的一寡物件伊开始做一寡整理，然后这些代志拢处理了。有一日出来伫外面，然后一条锁啊挂伫遐，椅啊摆好。准备要做一个结束家己的生命的动作，因为退休了后，剩一个老伴通斗阵。因为退休了后，搬去一个较清静的所在，所以离开伊家己的亲人朋友嘛较遥远淡薄。当老伴已经无去啦，剩伊家己一个真孤独。因为伊是一个老教授，所以囝儿的教育真好，所以这囝有去欧洲的
有嫁去美国的，那灾情走愈远，伊真孤独。所以这备办好势了后，伊就爬起伫迄个椅仔顶，徛踮迄个椅仔，准备迄个锁啊挖来。拄啊伫即个时，伊听到内面的电话，直直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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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想讲都要结束啊，所以就无插伊。但迄个电话亮真久了，佮挂断，挂断了佮亮，挂断了佮亮，直直亮，亮到尾想讲，啊无这是啥人？所以伊就佮落来椅啊。行去客厅，举起电话，对方迄边遐一句话讲：“爸爸，你好无？”老教授目屎直直流，你人伫倒？我伫纽约的机场，准备要转来看你。我有甲公司请假10天，要转来陪你。老教授大喊，电话挂了，开始咧等伊的查某囝倒转来，查某囝倒转来，甲伊讲话，陪伊开讲，车载咧去看一寡老朋友，去看一寡亲情，然后安排两个爸仔囝真水的规日的斗阵。然后老爸甲伊讲：“我即马家己大，小可有恐慌，暗时家己一个真无安全感。”查某囝听到即个，伊开始加载有敏感性，就开始安排伊的四大人开始去看养老院，然后直直找一间一间直直找，找啊到尾啊。讲一间因老爸当接受，就甲徛伫遐。因为一通电话，敢若一通电话，会当救着一个人的命。伫国外也阁有一个真特别的故事。圣诞节，逐个人咧报佳音，伫咧报佳音的中间，你知影迄个伫美国？冬天12月，迄真冷，阁会落大雪。伫咧报佳音唱歌，然后有一个，拄啊有一年，雪落真重。迄个教会牧师讲卖啦，今年雪落遮尔重卖啦。但是即个牧师有一个细汉的囡仔，伊感觉，已经差不多1礼拜。教会边仔遐有一个阿伯，伊无看到啦，所以即个小朋友过去，甲即个阿伯有小可有往来，然后伊感觉即个圣诞暝，伊对伊有负担，伊直直就是干那要将一个福音传单送到即个阿伯的面前，但是即个囡仔，因爸爸甲伊挡遮尔寒，雪遮尔重。毋免啦，咱今年的这报佳音这拢取消，但这个小朋友秘密症就是要去。后来嘛，伫当啊，直2.0，因为报佳音无像咱遮尔换拢早，直2.0，迄个内面拢无用。但到最后，迄个阿伯换出来开门，迄个开门了后，迄个少年人甲伊讲。上帝疼你，我嘛关心你。迄个阿伯往那大吼，抬头有可能，我伫遮尔孤单，连我的子孙都拢无咧联络，无咧拍电话。抬头有可能讲伫遮尔冷的圣诞暝，竟然有一个少年人，直2.0讲，上帝疼你。我嘛听你，伊才甲迄个小朋友揪入去，添一杯烧茶，互伊讲真多谢你。
真多谢你做上帝的天使，伫我真孤单，想要结束家己的性命，你竟然来传达上帝有咧关心我，有伫咧听我。各位，谁理你啊？这世间有真侪时阵，有人伫咧对你讲，你是一个无路用的人，谁理你啊？上帝却对你讲，别人不理你，我爱你。上帝对每一个生命讲，什么人侮辱你，就是什么人侮辱我；什么人损断一个生命，欺负一个生命，就是欺负上帝的创造。所以，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唔通看轻你家己。你除了是你家己以外，你内面有一个上帝。什么人看轻你、欺负你，伊唔是干那欺负你那定，而是欺负你内面迄个上帝。上帝的插手，因为上帝关心。你们讲阿免无？唔通袂记一项代志，父母怎样疼咱，然后咱受栽培受疼了后，咱煞怎甲父母等伫遥远的所在？唔通袂记因已经年老，因为因的欠缺。你袂当有100个理由讲，是咧爸母啊，我食无用，食无用。耶稣讲：你若得到全世界，却丧失你的性命；你若得到全世界，却丧失你对父母兄弟姊妹的关心。因为这个上帝随地，伊要甲咱救回来，伊要甲咱救回来到伫伊的面前。不管别人对你讲什么侮辱的话，对你不敬。无论伫婚姻、伫家庭、伫父母的，有当时我要甲咱讲一项，伫人的一生的中间，受伤上大的，拢毋是对亲的人来，受伤上大的，拢是对倒位来？家己的亲人，家己上好的朋友，伫你的一生的中间，对你造成上大受伤害，拢是家己的好朋友，家己上亲的亲人。伫遮，上帝对你讲：别人无关心，我关心；别人无疼惜，我疼惜；别人无要保护你，我要保护你。包括保护每一个上细汉的小朋友，包括保护每一个上年老无助的人。所以唔通，甲你已经年老。疼咱的家庭，疼甲无力气的人，互伊伫远远的所在过孤独的生活，迄是不敬，迄是不孝，迄是侮辱看轻上帝手中的宝贝仔囝。这个信仰的水伫，圣经甲咱讲，上帝关心。这个若敢若以色列人伫埃及咧做奴才，以色列人伫埃及做奴才，甲咱什么关系啊？甲上帝有什么关系啊？上帝讲，甲我有关系。因伫埃及的苦难、受敌工的折磨、残害、苦刑，我拢看见啦，我拢听见啦。我要落去，我要救因脱离埃及，我要带因到伫肥水、流奶甲蜜的迦南地。因为受苦楚的人的哀叫的声，上帝拢会找人去。咱教会有真侪医生，这医生就是上帝找互破病的人甲家庭的使者。咱教会有真侪关心教育、关心囡仔的人，咱教会有真侪团契伫咧关心周边的遮个，例如即个
拢是上帝关心、上帝差派。上帝讲犹太人伫埃及所受的苦痛，我看见啦，我听见啦，所以摩西我要找你去 ，Let my people go，Let my people go。我的百姓伫迄个所在受的苦楚，因的目屎流尽啦。因为基督徒，咱讲咱受测做光做盐。你著去做世间的光，地上的盐，就是伫遐黑暗，伫遐惊吓，伫遐不安，恁著去，带引出来，将光刻伫黑暗的中间，互遐无够有黑暗；将温暖传到伫惊吓的中间，互遐无够有惊吓。所以生命会当伫即款的疼甲关怀的面对细汉、中年。壮年、退休、老年，拢伫即个上帝关心的面，倒一个年龄层上要紧，逐个年龄层拢要紧。我有力的时，毋通干那留咧家己用；我有力的时，是要来辅助帮忙，两正乱足。有一日伫我目睭前，迄个两正乱足的人，是上帝咧考验我，到底我是一个什么款的基督徒。所以毋通袂记伫你目睭前的一个人，你若忽略伊，你怎无关心、无行动，迄个是上帝已经伫咧考验你是一个什么款的人。1960年代。马丁路特金 Jr. 牧师30几岁的少年人，黑人的牧师，当伊伫美国伫迄个林肯 Memorial 林肯纪念馆徛伫遐做一个演讲 ，I have a dream， 25万人拢徛伫遐咧听迄个 I have a dream 的演讲。伊讲有一日我梦，我做一个梦。梦中黑人伫美国的社会，黑人甲白人会当三甲斗阵。我的囡仔会当甲白人的囡仔斗阵食饭，斗阵耍。白人甲黑人会当共伫一个社区内面三甲大，共伫一个学校内面读册，共啉一个饮水机。因为迄个时代，黑人咧读的册，黑人咧住的社区，甲白人是隔离。黑人咧啉的饮水机，甲白人是隔离，逐项拢袂当斗阵。伊讲 I have a dream， 因为伫上帝所创造的面前，人人平等，无一个有关系。若有任何关系，要奉上帝的名拍破迄个隔离，拍破迄个不义。所以隔离本身是一个歧视，关系本身是一个歧视。I have a dream。因为今仔伫咱的社会内面，偌侪隔离，咱会当用一堆的理由讲我无用，然后迄个无用，甲咱应该有的责任隔离掉了。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做所有团契的，咱受托，咱是一个上帝的使者，咱是来关心即群的人，因为即群的人交伫咱的手，所以你都伫即个受呼召的年日，加一寡关心。加一寡同工，咱来三甲来，咱要拍破所有的冷漠。冷漠本身是真可怕的代志。离开你个人，因为咱已经毋是为着家己活，咱来为着一个身边的人活，为着较大的社会的结果来活。立名者互人掠，甲你有关系无？因为基督徒即摆真侪教会的团体，拢敢若一个人领洗礼，一个人得救，然后拢无咧关心社会。这个是上帝的世界，上帝关心这个伊所创造的每一个生命。咱要安怎样伫遮倒转来？今仔日，咱讲咱是关怀永福教会关怀组织，对个人的关心。
到伫社会社群的关心，妈祖开始踮即个遮伫咧出入，规个炮啊放甲安尼，然后互咱家己也袂困的，咱的子孙拢袂困的，迄个甲咱有关系无？有关系。所以基督的信仰毋是干那咧关心个人的灵魂的得救那点，一个得救的人是咧关心整体，愿上帝伫咱的中间。耶稣领受这个使命，伊就安尼宣告讲：主的灵临到我，因为已经选我，爱往送向人传福音，差遣我宣告受掠的得到头棒，谁受掠？有关系的人掠无关系的人。上帝的百姓叫撒旦叫歹掠去，成做一个无自由的人。那这个要安怎样？耶稣讲，伊来要传这个福音，受掠的得到头棒，痴迷的得到国光，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宣告主拯救伊的百姓的恩典的年。了去当我咧讲这时，咱来去抢救，咱身边有真多。咱身边有真侪受忽略的性命，受忽略的长辈，受忽略的孤儿寡妇，受忽略的人，甚至人亲族佫甲伊讲生你呢，连亲族都毋知的人，我甲你讲，若是亲族毋知，咱教会甲伊讲，你的亲族毋知你，上帝关心你，教会要知你。当人伫外口走踪，当互外口的社会看见，迄个人受伤累累，流着目屎，咱要甲伊讲，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公司毋知你，但是上帝绝对要知你。你是我要关心、疼惜、陪伴的生命。像咱伫即款的信仰的内面，咱拄则。这个周报内面的金句毋对，这个金句其实是这个4章路加4章21节，毋是马太4章21节。这一个真水耶稣的话，耶稣读这个圣经以赛亚圣经读了后，耶稣甲遐现场的人讲一句话，讲今仔日恁所听见的这段经文已经安怎应验啦？什么叫做应验？应验是怎读的煞？应验是讲圣经上帝话怎样记载，然后受调的使者、受调的奴仆，努力爱互这个实现伫众人的面前，迄个叫做实现。基督徒圣经毋是咧读假，基督徒的圣经是咧读了后，然后英语有一句话叫做 practice， 通过行动来改变现存的事实的无好势，通过一群人的行动的过程，互目睭前一真侪无好的面，怎啊得到改变，然后互伊变做上帝更较欢喜的世界。耶稣通过宣告，然后耶稣通过伊一世人的行为宣扬。通过伊的身者，然后互身边有真侪痴迷的得到国光，互摆骹的行路，互送向人有福音通听，互遐罪人耶稣甲伊坐斗阵。然后耶稣甲伊讲，今仔日即个上帝国已经临到伫恁的中间，已经应验啦。因为咱敢有可能，互咱的永福教会，真正通过你的一个电话，通过你的一个关心，通过你招人相甲，然后咱教会，逐个人拢感觉是啦。真正有永福教会真好，因为连我厝内人都无啥关心我，竟然永福教会比我的子孙、比我的爸母更较关心我的需要。愿永福教会伫当年即款的关怀组织，咱拢伫咧再唤起上帝的神伫咱的中间，咱同心祈祷。主，阮感谢。
即世间真侪人对阮讲，谁理你啊？谁要你啊？当一寡学生考试无好势，分数无悬，甚至爸爸妈妈生伊的爸爸妈妈甲伊讲，我不再爱你了。但是上帝啊，你无看阮的分数，你敢若看阮有真心啊无？你敢若看阮有疼心啊无？你敢若看阮要安怎样？你不断地咧疼阮，就是阮做罪人的时，就是阮拒绝你的时，阮毋捌你的时，上帝你拢找真侪使者来到伫阮的中间，找耶稣基督为着阮大声定死，是大声疼、大声付出，后来罪人才骄傲起来。上帝啊，阮永福教会要来学习这个精神，对个人的关心，到社区的改造。到整个台湾国家社会，更较公平，更较正义。因为国家的兴旺在伫公义、高举公义、高举上帝的真理。但阮毋望即个世界，因为台湾人伫遐，台湾即个群，因真正会当通过遮尔水的民族，贡献即个世界真侪所在。因为伫日本拄着出那物大地震、大水灾的时，日本人就发觉，即世间竟然小小的台湾对因的疼、对因的支持上济，有真侪台湾人伫世界的故事。上帝，阮毋望台湾会当贡献，阮会当输出的，就是阮疼人，阮爱世界的和平。阮永福教会会当输出的，就是阮将耶稣基督对阮的疼白白要分出去互人。今仔日是关怀之日。愿主伫阮的中间，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个时我想是分享的时间，咱来请第一个分享者，咱的志明教授伫咱三甲来等下会乡教授过来起来面顶好唔好？如果会当看到你，嘿，咱个拍一个包仔来好吗？兄弟平安。我发现牧师足够有制作紧张的吼。伫创世纪第2章18节，上帝早就甲咱讲吼，即个人。家己徛起毋好，我即段经文互我足大的感觉是，可能上帝无干那伫咧即段经文内底甲咱讲翁仔某的关系，或是配偶的关系啊，吼。上帝佫另外做一个人，是要来甲即个家己伫遐徛起的人创啥？是要甲伊帮衬，是要互因互相有关怀，所以。即个上帝创造人的当初时，互相帮衬，其实就是一个足自然上帝的恩赐吼。就敢若袂输啦，上帝甲人分一口气，互人会当喘气，会当呼吸，显得自然。我今日牧师叫我要起来讲这个时，我头拄仔伫下骹一直想，为虾米爱有关怀之日？系啊，边仔呢哪会无？呼吸之日，也是喘气的之日。这可能表示牧师甲咱的长执已经有看见到，咱这个教会更较需要关怀，更较需要每一个人爱付出关怀，更较需要每一个人咧关怀的时阵，就敢若咱咧呼吸共款，显个自然。这呼吸有当时啊，咱敢若一直输气。一直输气，敢若嘛无感觉是妥当的吼。伊一直输气，你嘛感觉人袂讲足自然，袂足自在。若是讲你一直呼气，咱一直甲气放出去，咱嘛敢若感觉嘛是袂足爽快。所以呼吸就是爱有输气，嘛爱有吐气。即个关怀嘛共款啦吼。咱嘛敢若爱受人的关怀。咱嘛爱去关怀人，所以这嘛是一种出甲入，
伫咧咱的较固有的思维啦，拢会认为讲咱去关怀就是付出。其实咱伫咧即个关怀中间，属实讲是一种互动，吼，是一种互动。我感觉我伫咧教会内底，我会当看到足侪人，伊若会当付出关怀，伊的哦，迄个气力哦，就加足充足。尤其我看到啥，看到咱迄个素卿姐，嘿啊，我看到伊安尼为着要关怀人，伊家己徛倒来跋倒了后受伤，去台中迄个因查某囝遐收养，但是伊无才调，讲踮咧因查某囝遐继续住落去，因为伊认为足侪中华有足侪人需要伊的关怀，这互我足感动吼，咱甲拍扑啊者。所以这个关怀，伫看到素卿姐安尼付出，但是咱伫伊身上，咱看到伊的活力，哦，伫咧做关怀中间，伊得到迄个活力。哎呀，我最爱甲人分享一个，哦，我细汉的时阵的经历啦。哦，我细汉，其实我是伫台北生，伫台北大汉的。啊，我若休困、休热、休寒。我拢会来中华宏苑，去甲阿嬷住迄个休寒休热这段时间。啊，我定定看到，阮迄个庄头哦，若有好歹代志，嘿啊，不管是丧事，不管是喜事，嘿啊，若咧办桌啊，也是讲，着爱做一寡互相帮衬的代志。拢是对庄头甲庄尾，嘿啊，大家拢动起来，拢来互相的斗帮衬吼。尤其啊，看到迄咧办喜事，是对庄头甲庄尾，甲因兜的桌啊，甲因兜的医疗拢搬出来，斗阵来办喜事吼。我就咧想讲哦，啊，即种关怀敢毋是即种的动作，敢毋就是咱即马咧讲的关怀啦？就是甲咱中间所发生的代志，咱即个中间有人有需要帮衬的，咱拢起来做共一件代志，安尼就是关怀啊！我感觉这一直互我一直有感动。啊，我上大的感动就是，若安尼对即个代志来看起来，其实上帝早就甲即个关怀的温素赐予咱台湾人啊，赐予咱坐伫下骹的每一个人。这就是足自然的，因为你看到需要咱大家斗做的一项代志，啊，咱大家拢来做，安尼就是关怀。所以伫遮，用这段多谢牧师啦吼，我有这个机会，当伫遮甲大家分享即款的想法。啊，我嘛希望教会真正会当动起来，嘿啊，哦，这个关怀主日哦是每一天的啦。是每一个时阵拢需要的，哦，毋是干那关怀主日，咱今日才来讲关怀，是每一个时间咱拢需要。你来关怀我，我来关怀你，谢谢。真多谢这边就是伫咱关怀区组的中间，伊传这组安尼真热吼，真多谢来回乡接受。即马是安尼咱。中华中会青年部的部长，哈。大家平安，我是孙慧香，迄个字念香，大家拢叫我阿芳，对。一开始我是第一代基督徒，然后嘛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因为林爸蔡美惠阿姨。伊还甲迄个福音传了我，然后伊关心我、关怀我、听我讲我的烦恼。因为安尼，我看见青年需要互关心。青年团体的组织内底，主要是针对大学生以上，包含在社会的青年。那组织当中有会长、有辅导，吼，像拄仔洪爸爸就是阮的辅导，还佫牧者。那伫咧我做会长的时阵，因为看见少年人需要互关心，所以我就组织一个关怀组。目前关怀组有分北区、中区、甲南区。
然后阁有分区长，区长会去特别关心讲，这个人需要谁去关心，然后无论是讲因工课上的，还是合用学业上的，或是婚姻上的，我们都会特别去做关心，然后还有带导。这次很特别，像是今年大学生拄好拢伫台北读册，啊，中区的区长。北区的区长啦，宜平的就有心呢，伊特别找一工去台北关怀遐个囡仔，就听因讲烦恼啊，听因讲袂适应啊，听因讲哦好想家哦。那其实阮拢知影，阮的少年人有时阵袂甲遐个心事、甲遐个烦恼，甲阮的家长讲，即特别透过安尼的关系，阮会当去了解讲，即个少年人因即马拄着啥物困难啊，阮会当安怎去排解。那从阮的组织当中，若是少年人有啥物特别的状况，嘛会通报讲会长啊、辅导也是无照，阮来特别关心甲处理。所以就是讲，搁一届邀请各位家长，然后邀请阮的少年人会当来参加团课，互阮团课来辅导，然后喂养这样子。以上分享，谢谢。OK， 来第三位，咱来请慧玲长老咱的台语长老。来分享，伊不同时即摆拢负责八楼，咱边仔即个时间，咱八楼也阁有花季，伊拢伫遐。各位平安，我要来分享花语堂的代志哈。我要特别感谢关怀组今仔日所办的关怀主任哈。我感觉关怀是逐工的代志啦，所以伫花语堂，大家足热心的哦，有14个人去报名受训练，什么训练呢？幸福小组，然后有3摆，第一摆是规工对9点坐到下晡5点，然后第二届是3工对下早是9点坐到暗时9点，3工我坐啊屁股足疼。然后第3届嘛是规工安尼，受训练目的是要关怀，关怀的对象就是慕道友，咱的牧师甲重宣传道拢有去参加。即摆转来就是开始组织的时阵，我实在是嘛无经验，我嘛毋知影要安怎组织。求上帝甲咱帮忙，互咱真正伫关怀会当落实。伫花语堂即摆聚会人数差不多40几个甲60几个安尼走来走去。重宣传道来了有增加，有较济，有较济吼。今仔日差不多嘛50几个。但愿无论咱花语堂、台语堂。咱会当伫上帝的祝福内底，咱努力拍拼，互咱教会会当一直成长。谢谢，多谢。真多谢咱遮的同工，逐个人伫不同时所做。咱斗阵来读这段真要紧的经文，好无？Mother Teresa，伊一世人伫印度所做，伊大概是南斯拉夫遐的人吧。伊到18岁去到伫印度献身伫遐，然后伊一世人差不多用这段的经文做伊一世人替上帝做使者，服务需要的人。伊伫咧服务遐印度的人，并无期待因来洗礼，就是敢若讲每一个性命伫路边拄着代志，伊伫遐服务。伊伫遐帮补，然后伊伫遐互人看见。你睇，阮厝内的人都无关心我啥事，你要插我？伊甲伊讲，因为上帝听你，我来关心你，要互真侪需要的人，因为伊咱呢，怎啊死伫伊的怀抱？有一寡艰苦人感动流目屎讲。我活地时，亲像无人知的精神；我死的时，竟然死伫圣人的怀抱。咱要来看这段的经文，咱对头斗阵用华语来读，好不好？预备来，在人子做王，天使跟他一起来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地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为2群，好像牧羊人从山羊把绵羊分别出来一样。
他要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然后王要对右边的人说：“蒙我父亲赐福的人啊，你们来吧，来承受从创世以来就为你们预备的国度。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流落异乡，你们收留我；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害病，你们照顾我；我坐牢，你们来探望我。”那时候，那些义人要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看到你流落异乡而收留你呢？看到你赤身肉体而给你穿呢？王是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害病或坐牢而去探望你呢？”王要回答：“我郑重地告诉你们，既然你们为我的跟从者中最微小的一个人做，就是为我做。”然后王要对他左边的人说：“走开，受上帝咒诅的人啊，你们离开我去吧，进到那为魔鬼和他的爪牙所预备永不熄灭的火那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我流落异乡，你们没收留我；赤身肉体，你们没有给我穿；我害病或坐牢，你们没照顾我。”这时候他们要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饥饿或口渴或流落异乡，或赤身肉体，或害病，或坐牢，而竟没帮你呢？”王要回答：“我郑重地告诉你们，既然你们没为最微小的一个人做，就是没为我做。”我想，做伫一个需要的人的心中，小小的一个动作，却是决定你这个人伫上帝面前，上帝囝儿的身份的品质怎样。愿上帝点伫咱，等下咱要分组，等下咱礼拜三祝到了，就要分组。望无一个逃走，好毋好？除非你有要紧的大代志，若无咱即个遮等下我要请袁教授等下我来做一个说明。咱即个时，咱来请袁教授，咱先来讲一下好无？利用即个时间。老师，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个一年一届的永福关怀组织，等待一年有久无？阮是足期待的，期待了吼，阮就开始来准备。虽然看起来都会在这段时间的活动，但是我知影，阮的乡友，阮的组员。足认真在思考，在准备吼，所以今仔下早的安排，请大家来关心。首先要甲大家报告的是，拄则咱三位分享的吼，其实咱也有足侪位因做无共款的形式的关怀吼，拢会使邀请因来分享，但是时间有限，咱就请区组的代表就第5组的志明主事团客的代表，就咱会乡会长吼咱会堂的部分吼咱来请华语堂讲实在，华语堂做了比咱台语堂吼更较好了。所以我们安尼做，主要是策略性的关怀的策略吼。就安尼来做，因为阮关怀组吼足弱小的，
嘛足需要恁的关怀，所以阮就想讲用安尼方式咱来达到咱苦组内底有活动咱团契内底有关怀，咱会堂的部分，咱来特别是我要呼吁咱若厝里有需要毋免客气。牧师不时伫周报看嘛咧讲，恁厝里若有需要，要去探访，要来恁兜坐，要来做家庭礼拜毋免客气，你就甲恁的组长、恁的区长恁的团契迄落会长讲了阮来安排咱即马有2位迄落牧者咱牧师甲传道因拢会找时间来去到恁兜即马都上惊，就是恁无反映出来讲应允咱关怀组是牧者带队来去恁兜坐所以这较顶咱其实有做足侪届的安尼讨论咱看咱的周报第3页咱看周报第3页第3页较顶咱这礼拜煞小可休困者，休困兼行动来去逐楼站来去准备咱区组内底的活动即马登记了至少有差不多180个咱会友会使参加但是像我知像咱第5组我讲是百家大户，但是第一次报名的时候才25个，即马正价个40个，听讲有搁较济。所以拄则咱牧师也讲无要紧恁拢老咧咱的准备应该拢有够咱互相来关怀第一区组咱安排伫第7楼7楼的迄落会议室，2区组伫2楼的水疗大教室，3区组伫5楼的圣歌队的教室第4区组是伫6楼的大教室第5区组留伫遮咱准备较大位咱有99号的第5区组第6区组是6楼小教室6楼小教室这有差不多1点钟的时间无50分钟，所以到差不多12点的时逐区组都爱开始搁做结束因为迄若讲咧拢讲袂煞了呢拢带来去6楼今日为咱准备迄落餐点的是民间南投教会一个迄落姊妹足热心的、足认真的，但是迄落人员无讲介济所以咱会员家己嘛来发挥者，互相关怀，互相迄落较定斗收斗分菜安尼来迄落。嘛，足侪人可能会关心讲我到底是第几组会知我伫1楼的时候，嘛足侪位长辈伫问讲我是第几组第几组咱就咱来甲伊斗迄落有两个方式，你会使问你的厝边讲你是第几组我毋知第几组咧伊若是第几组你就缀伊去安尼就第二个你就看卖咱第3页到第4页遮有定几个届你就切看卖看你伫第几组，第几组看了你再来看这一组一区第几楼，2区第几楼以上报告感谢。咱来吟圣诗，圣诗第308首，圣诗第308首。我要唱歌来学乐，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奇妙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至圣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无比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尊贵的名。
对日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阮要唱歌报人知，伊有丰盛的阻碍。伊的心是到万代，阮要唱歌报人知，请咱起立唱全首。请坐，接着来奉献。请咱起立唱奉献的诗歌。会从请坐，报告甲介绍，请牧师。会早起，咱有几个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咱伫耶稣基督的名，伫永福教会这个所在，欢迎你哦嘿。咱要来欢迎邱春茂家庭，咱来欢迎邱爸爸。 伊是咱来，咱甲拍一个扑仔咧，好毋好？小爸爸，伊边啊，伫咱的陈宁路，伫咱的陈宁路这条路尔吼，所以咱厝边哦，真欢喜，你甲你的家庭的人来，希望咱会当常常伫遮
做一家人哦。咱阁欢迎杨敦煌兄弟伫咱的中间敦煌兄，你人伫倒位？杨敦煌 ，OK， 咱我甲拍一个扑仔咧，好无？伊原来伫咱彰化那顶吼。咱阁来欢迎边仔是彰化人英坤兄，李英坤兄，你人伫倒位？龙坤，嗨，阮欢迎你哦，OK。咱欢迎咱对外县市来中基做护理师的戴理，伊伫伫咱的中间圣歌队甲接触哦，伊是圣歌队员哦，OK， 咱迄个咱即个遮原来有一个咱的朋友啦吼，经纪兄，洪经纪兄，咱我来甲拍一个谱啊。伊有来咱永福几摆啊啦吼，对台中对湾里开车来，OK， 毋望这是咱逐个人共同另外一个家庭，心灵的家庭。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仔日的报告，敢若要点几点。拄则迄个袁长老佫特别甲你讲，今仔日迄个第4区要伫第8楼。4区要伫8楼，你到底你是属伫倒一区的？看你家己的自治，倒一里的迄，倒一里你就倒一区，OK， 看你是倒一里的哦。你即摆看者，等下就照即个。所以第4区等下的所在是换伫8楼，换伫8楼吼。OK， 咱迄个第3点报告的第3。咱的小团队，冲选团队，伊拜一下午要开一寡造就的课程，请咱逐个人，特别是你有要做关怀别人的，还是你有要来上课，因为你也无方便投入伫关怀，请你原来斗阵来，因为这是真水的人格的成长的课程。咱的团队伊是这方面的专家吼。后礼拜我要邀请。后礼拜咱要请咱的青年甲少年斗阵，甲咱收圣餐，不管伊有洗礼还是无洗礼，伫即个遮请逐个人备办心。后礼拜的圣餐特别要为着青年甲少年开放，因为即个邀请是伫耶稣基督的厅内面邀请遮的少年人，咱到年底是咱的邀请主日咯，即边咱开放到。青少年吼，毋是逐摆圣餐因拢会当，但是后礼拜咱特别请咱伫祈祷中要来祝福咱的青年，互因有机会。拜3的早间祈祷会，我要邀请咱兄弟尽量拨时间来参加，因为我感觉迄是一个真好灵修甲进修的时候的机会。第6点，即个遮咧讲10月22，咱有要去迪巴恩。教会原住民的教会，咱甲因是姊妹教会。咱请迄日咱要联合礼拜。若会当去的人，请伫办公室报名，交一个报名费100块。安尼咱预定偌济人，名既然交钱就表示你真正要去。我想2、3台游览车若去，咱也阁有真侪人也无去，所以也阁会留伫遮做礼拜。到底是我还是咱的团队留伫？请咱无要紧，阮才互咱知影讲10月22，咱有要去迪巴恩教会甲因联谊，你爱报名吼。若无去的人，伫咱遮咱家己也阁有礼拜哦嘿。然后伫团契集体中间，第6页集体中间，咱有拜4，咱有要伫迄个永成兄遐做家庭礼拜。永成兄，请你徛起来一个好无？永成兄，这拢第1代的，这拢第1代的哦吼。OK， 伫主的内面，咱拢是一家人。但是第2这个遮集体交通，第2后燕节安息1周年，家庭的人要做对事礼拜，时间毋对，时间毋是9点，时间是暗时8点。所以咱周报这个遮是9点毋对哦吼。遮妇女团契的迄个活动。青年团契的
咱替青年团家祈祷，因为干部的改选。下晡白沙教会有传道师要上任奉立做牧师，请咱大岛会当去的人，因为是下晡3点。丽水教会，咱替甲因恭喜，因的教会纪念120周年，吼。愿上帝施恩赐福。OK， 等下会记得分组的时，请你留地下昼斗阵伫遮食饭。第10页，咱来读一下，咱才有2句话，咱来读一下好无？第10页，才有一句圣经箴言16章31节：白头毛是水的绵流，伫义的路会找着。咱斗阵来背来。白头毛是水的绵流，伫义的路会找着。白头毛若是遐尼水吼，无必然都爱黏甲红记记啦嘿。OK， 白头毛是水的绵流，所以圣经讲若看到白头毛的人，你都要对伊较尊敬的嘿。下口有一句台湾话，咱斗阵来背来：细空无宝，大空叫苦。细空无宝，大空叫苦。所以凡事伫第一时间，若是歹无好势，逐个人都爱阻止他，毋通互一个歹伫开始无阻止，从直直变恶化去。OK， 愿上帝赐福你，你的家甲咱的教会。咱甲吟圣诗。圣诗第527首，圣诗第527首，咱拢诚做一家人，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诚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诚做圣，因为耶稣立光明，因为耶稣咱有搁活的人生。欢喜享受主活命，欢喜结连伫主听，因为耶稣丰富产业，主数定，请咱起立手转手。来拍一个扑啊！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诚做上帝。还佫有呢，来，咱来接到，是恩的主，阮感谢，将所有会众拢交到伫你的手中，因拢是你的囝儿，愿你疼惜，愿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踮伫你的内面，因带保守你的人生，每一个生命丰丰富富，平平安安。会当到伫上帝所应允永生的所在，愿主甲你同在，对这事到永世大保证。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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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别倒，愿上帝赐福。所以，咱10分钟后，伫咱家己的居住的所在，我想伫这个遮也阁有。好朋友，搁转去伫。